主后2023年10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诚做上帝的和平使者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第5章11-19，第6章13节。既然阮知影着敬畏主，阮就苦劝人。对上帝来看，阮是甚物款人真清楚。阮毋望对恁的良心来看嘛真清楚。阮毋是要搁对恁推荐家己，是互恁有机会用阮做夸口，互恁通回应遐个注重外表无注重内心的人。阮若无热狂，是为着上帝；阮若清醒，是为着恁。因为基督的疼，催逼阮做即个结论：一人为着众人死，众人就拢死。伊为着众人死，是要互遐个得活的人，无搁为着家己活，是为着迄位替因死了搁活的基督来活。所以，对打以后，阮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。虽然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，毋过现在无搁安尼捌伊。安尼，无论甚物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大拢变做新的。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，伊通过基督，互咱甲伊搁和好，搁将互人和好的职务交代阮。阮所传的信息就是，上帝通过基督，互世间人甲伊和好，伊无搁追究因的罪过，却将即个互人和好的信息交托阮。所以，阮做基督的大使，上帝通过阮甲恁苦劝，阮替基督甲恁求，着甲上帝和好。上帝互无罪的基督为着咱的缘故，诚做有罪，互咱通靠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。阮做上帝的同工，搁甲恁苦劝，恁对上帝领受的恩典，毋通互伊落空。因为上帝讲，伫通受接纳的时，我有听你；伫拯救的日，我有帮助你。着听，即阵是受接纳的时，今仔日是拯救的日。为着阮侍奉的工作，免受指责，阻碍别人的代志，阮拢无做。反正用上大的耐心，凡事通过患难、艰难甲困苦，表示阮是上帝的采用。阮捌受到鞭拍、关押、暴力的伤害，劳苦无困无食。阮用纯洁、知识、宽容、仁慈，我靠圣神用纯真的疼，传真理的信息甲上帝的大能力，用公义做武器，攻击对敌，保护家己。阮受尊重嘛受侮辱，得到歹名声嘛得到好名声。阮互人看做变仙，其实阮讲实话。哪阵无人捌，其实人人拢捌；哪阵死去，其实还活着。阮虽然受处罚，毋过无互人杀死；虽然忧伤，毋过不时欢喜；虽然散车，毋过互真侪人好额。亲像无半项，毋过逐项拢有。哥林多的朋友，阮的心胸已经拍开喙甲恁讲啦。毋是阮对恁无度量，是恁对阮无度量。我看恁做家己的囝，甲恁讲，甲阮相款，恁的心胸嘛着拍较开咧。
诚做上帝的和平使者。北风甲太阳是真侪人听甲诚熟的故事。有一日，北风和日头在争论谁较厉害。拄好一位穿斗篷的旅客经过，所以双方相输，谁通互旅客甲斗篷脱掉，谁就是上有本事。北风随即展开驶离攻势，用冷冽寒风吹打旅客。毋过北风愈吹，旅客愈是掠寒斗篷毋放，北风只好放弃。接续日头用和煦的光芒照耀旅客，旅客感觉温暖，随即将斗篷脱掉。这个寓言讲出人甲人的相处，温和之道赢过威逼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之间，捌因为一寡意见无共有隔阂。毋过，保罗主动找求和好，伊称家己是基督的特使，恳切对因讲：阮替基督甲恁求，着甲上帝和好。搁进一步讲，哥林多的朋友，阮的心胸已经拍开喙甲恁讲啦。毋是阮对恁无度量，是恁对阮度长话。我看恁做家己的囝，甲恁讲，甲阮相款，恁的心胸嘛着拍较开咧。检采咱也捌亲像保罗相款，有过互铁笑，还是误解的经验，深感艰苦心。毋过，保罗并无侥幸。反倒劝勉哥林多的信徒爱甲上帝和好，甲伊和好。过去，耶稣捌对保罗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在迫害我？”搁呼召伊做使徒。现在保罗也效法耶稣，用温柔的口吻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隔阂，劝勉因借着基督。甲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。有一遍，笔者参加中华传道部举办的教派参访活动，去天主教台北总主教座堂参访的时，总主教洪山川对阮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人过身，朋友将伊的遗体带到天主教会，请求神父协助安葬。神父问迄个人，伊祈祷时敢有伫胸坎仔画十字？想照着安尼确认，伊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？死者的朋友并无明白其中的差别，因为伊甲死者拢无信主。最后，神父决定将死者葬踮教会墓园的篱笆外面。后来，死者的亲友知影消息，想要前往死者的墓前追悼。当因来到教会的墓园，却找袂到死者的坟墓，只好去问神父。神父讲出代志的经过，搁带因去死者的墓前追思。彼暗，神父想到这件代志，伫眠床顶屏来忍去，困袂去。所以半暝爬起来，尽力甲教会的篱笆刷卡出去，互死者安息伫教会的范围内。真侪时阵，咱总假意划清界线，总是上帝却用伊疼囝牺牲的挽回祭，甲咱控做伙，会当彼此和好，因为安尼，诚做上帝和解的使者。是主耶稣呼召保罗和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甲行动。默想，保罗遭受误会的时，主动采取和解的行动。相反，作为主的工人，我爱安怎找求甲人和睦？
保罗遭受误会一时，主动采取和解的行动。相反，作为主的工人，我爱安怎找求甲人和睦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接纳我，愿你赐快乐甲恩典，互我会当成做和平的使者，互我甲人的和睦会当成做你甲人和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